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来也》。一般来讲，大家印象地度在北部的工作机会，也係講資源啊，比南部嗰度。嗰所青島嘅後生朋友一般會選擇講來去北部工作哦。不過悄悄嘅有個現象有改變嘅喲。大部分北部嘅工作嘅後生朋友會選擇講轉到嚟南部嘅家鄉工作嘅呢？做乜嘅呢？今日啦，我哋特別邀請到一位有個對北部轉過嚟南部工作嘅客家朋友，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做乜嘅佢想去轉到南部過嚟工作，甚至講創業嘅，今日嚟分享我哋小鳳漢阿漢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阿漢姑，條擺喺台北喺電視台工作，而家過嚟南部嚟開工作室。哇，分享阿漢姑哦，條都有講到嘛，係對北部轉過嚟南部嘅人哋客家代表，等下我都麻煩同大家分享一下。不過睇下之前啊，想去請教阿漢姑一下簡單同大家自己紹介一下講，之前啊喺北部係做乜嘅工作有做乜嘅會上嚟調入一個行業地位呢？我有都就喺台北差不多大概8年到4年的時間。喺電視台就都來講嘛，喺電視台做記者，就錄影記者的工作，攝影記者。因為想講想要做一個東西，就會看到一個樣相啊，就擺就看到電視當中天陽啊、電視節目嘛嘅東西，就想講一個東西樣板按好看。樣板做出來的，就想講自己你去做，有靠拍攝咩剪輯，就想講做出好看的東西，就對一個有興趣啊。萬歲都睇看電視，萬歲看電視嗰時候就產生一個興趣。電視兒童啊。哦，係啊，以前大家睇年時都會講，唔見看電視哦，喺呢排有乜嘅工作可以做咯？今日人都可以同大家講。看電視喺呢排我都想講嚟做節目啊，嚟從事一個影像嘅工作。做啊，爸爸就做啊，好看電視看天陽。你睇時做乜嘅咯？我做乜嘅存錢咯？就想講，就講啊，錯。某一天都會變做天野離岸嗰種。係啊，按嚟講，其實你喺北部工作做一個記者方面嘅工作已經差唔多要10年嘛，吼。按你研究的時間地度啊，你都睇電視台嗎？喺台北市嘅都係電視台。青島嘅電視台更加有談過，都有參加過嘛，按你做嘅人哋點講，做一個記者有分青島目前嘅路線，而做新聞嘅啦，又做青島沙比斯嘅，又係講審法嘅，這個本身做嘅係哪條路線嘅？主要係喺台北主要係兩條路線，一個是政治線。一個係生活組嘅，有兩嘅。哎呦，一兩條線可以同觀眾朋友即係小記一下講，一兩條路線有哪條目標最主要今年睇做乜嘅事情政治線就大家就看到民意都看到嘛，就立法院啊，還係縣市長啊，還係總統啊，有乜個行程有開會，做乜個你就會停過去嘛，乜個政治事件就過去嘛，有條報紙有報道嘛個事情啊，就過去問政治人物咩？你去訪問一條官員啊，又去講單位不過一種係有固定嘅行程嘅，你唔可以去嘛。臨時因為講按部頭嘅時間，今日下班咧，你唔可以有一種臨時走過去訪問嘅新聞嘛？有條櫃台嘅事情就會啊，像外交部就可能同某個國家有斷稿的時間，就因為有個時差問題咩，可能就會半夜就會一發新聞稿，就會過去咩。按睇做新聞線地位啊，按到嘅時間，唔知家有影響過什麼新聞事件啊，又係講有一個發通，會影響過什麼？政治線地對影響過程的一個事件就係太陽花事件。因為有個事件發生一個突然。就會有一個固定的陳情活動喺立法院外部，人就冇想到伊個突然就會衝進去安尼，後期咪都變到清台嘅一個事情，然後一清台，然後一張嘢都喺下邊，禮拜都差不多4點5點就過去，唔就7點鐘過來安尼，應該能24小時輪班嘅啊，讀到班就早晨就4點過去，我唔就7點鐘過來安尼。嗰時節啊，唔能安尼輪班吼，唔能有真是入去到嘅立法院地位去訪問嘛？有，其實平常時間能去立法院嘅時間，能記者
216，因为立法院的台烟大院啊，有2层，第一层就是立法院开飞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一般人做唔得下去，连记者都做唔得下去。係哦，我覺得嘅記者一般來講，佢哋可以去到嘅第一層樓。第一層做唔得，能到第2層往下拍案嘅。哦，對，當過嚟翕大下。當過嚟翕下去。哦，其實真是就一種新聞嚟哈，真是有深度無窮嘅變化。政治線來講，更嚴肅啦吼。審判審判應該更輕鬆嘅吧？審判就消費新聞啊，同英文活動，娛樂會，還有就有條可能有時會去播藝人啊，明星藝人娛樂線。安尼有拄好在訪問到嘅家己有注意的個偶像也係個藝人嘛？偶像藝人哦，就拄到有導演沒有一些導演。哦，順勢導演可以考慮一下吼，有去做一個。考慮啊，就崇拜一下就好啊，厲害咯。因為公司出發啦，可能做新聞一般來講，不論係審發咧，也係講沙比線咧，都有一啲時間限制嘛吼。你馬上翕嘅，過去都會剪嘅，咁啊。就一個快速嘅，就講快手嘅，就是你可以出去跑。差不多，出去差不多2點鐘，鼓累，差不多會半點鐘以內要剪好一條新聞。哇，安尼就有交接的壓力啊。安尼來講，你出去2點鐘嘛，含車程是嘛？食材2點鐘加上半點鐘，差不多2點半鐘到3點鐘以內，然後趕一個新聞出來。一年工作嘅時間差唔多一久啊。差唔多，就是8點到差唔多7點，差唔多11點鐘嘅時間。真是做一個影響工作嘅吼，有深度無窮嘅類型啊，地杯經驗下也無可用。唔睇19年嘅記者地杯啊，翕過有本影響過層嘅畫面嘛。因為哦，講實在就會講，就是因為呢，我這個事情都會過好嘅事情啦。有深度嘅沙比新聞。就時間咩，都沒去搞沒去聊嘅，所以我拄到過都像天災咩，天災人禍。火災咩，茶火嘛嗰啲，影響最深嘅就係條北八八風災啊，八八風災就俾應該係喺啲南部咩，就台北就講，你喺南部你下嚟破嘛，因為南部過嚴重咩，你就拍到小林村那邊。哦，哇，人哋睇嗰時間還記得咯，嗰時間看到嘅新聞畫面哦，就本人影響過深嘅，人行啲現場嘢話嘅震撼應該。很難講可以用形容出來吧？應該講就到現場時，其實睇感就感覺就冇乜個上。模擬公法，都模擬公法就歸沉重啦。真是係唔係講唔得啦，你咧看到嘅畫面咧都真沉重係啊。係咪因為19年來，這位按到嘅新聞，看到按到嘅畫面吼，自家有啲影響，當想講想我。萬一嘅環境，真會整過來南部係咩樣呢？其實係想講，因為條到有講嘛，對影響過有興趣，因為就會看到一個好看嘅東西，就會去解構，就會分解工藝，用辦法做好看。讀到剛好我又加上我去跑新聞記者這一塊，因為想講，就是因為一個東西，本來歸大家感受就會去觀察，就想講兩個去結合。就用香港，你去觀察一個細微的東西，保持一個刺眼的狀況，就去編排出一個好看的樣片。其實對我以下做樣片有幾好幾層的影響啦。哦，嗰種係講人家差唔多去學嘅技術，差唔多人哋以前頭擺講，差唔多3-5年才可以出師嘛，人哋花咗10年的經驗時間去帶嘅基礎安尼嘛。冇錯。人哋去擺鋪工作喺邊度學唔自家嘅上嘅技術同經驗，才可以做一個記者再轉過來，繼續來做氣氛嘅影像嘅工作。因為喺台北嘛，就係除了技術以外就香港最重要就係人嘛。人是歸東人，因為台北係重視咩？人哋做影像嘅重視，因為就係歸東人去做。其實係去台北上啊，除了靠技術，人是人，係啊，然後。有一個講述安尼，前陣時間鼓勵，因為喺香港就好，去架沙灘啊，就喺台北差唔多大概10年以內，8年到10年就去架就鼓勵，因為台北講到底係唔係挨故鄉啊，唔係挨家鄉。睇嘅時間會有一啲人哋講距離感，我想講
和迄古个路卡够好，因为这个关系的环境，然后认识的人，然后让你家中这个家人啊、亲戚朋友都喺南部，係咪啊呢？嗰時有咧设定嘅時間講，也想去過來啊。就像主持人一開始就講說資源都喺北部咩，就其實係去北部以前就想講，就係去北部好咯。一個技術，古來南部做，因做乜個古來南部做？因為南部冇一個中心，就想講，其實係去台北這個關東南部面去做養傷嘅去北部做，就想講，大家都去北部做，那做乜個人就唔會古來南部有時有一個東西嘛做得啊，就古來就朋友啊，有時有人去的親愛嘅，係天數，某一天會有一個安內行來。叫北部的人下來啊，為南部的改的機會，哇，觀眾朋友，真是聽阿漢哥來分享啊，記者養傷的工作真是無簡單的，不過佢歸咗進來之後，創業有遇到乜嘅事情，有乜嘅故事呢？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聽嘅阿漢哥佢分享，真是感受到記者嘅生活咯，真無限又新鮮嘅。不過歸到進來創業之後，佢還有兩版嘅故事呢，繼續來請教佢咯。阿漢哥，這個就講嘛，後尾想講，有連續一段時間呢，想要過來創業，一開始就想要過來創業嗎？其實冇想過創業一個事情冇想，其實冇想太嚴。就一開始就想講，去台北做，過來佢進到一個公司，然後來一個公司底度。按你嚟講，這個進到一個公司工作，帶動你好好做乜嘅時間，會想到，又跳出來，這個嚟開一個工作室嘅工作創業咩？其實我去台北就待公司待差不多10年，過來嘅時間，馬上待一個就地方電視台，馬上差不多3年。就想講，一個行業啊，就做個13年嘅公司嘅體制，想講，來買飲食貴東人嘅，有人買介紹我有安內，就想講，就想，就自己來食看看，時間較自由咩，做嘅事情夠多，因為想講，能做一個養傷嘅，做創意嘅，都會想要說從一個體制內就做一些變化，應該都會有啦，應該都會有說，一個事情應做做研究嘅，就想一個變化，因為能。就像能條牌做新聞，一年就差不多做3條新聞，一年差不多就1000多啲新聞咯。不過有一個新聞東西就像說當時間過短嘛，你就做重複嘅事情，一做，其實就想講，自己咪做一個創業，就想辦法就做一個公務共用嘅東西，所以就自己出來就食安尼。因為喺共用嘅環境地位吼，這個習慣呢，不過這個有想講，有失敗有自由，又想去做這個嘅事情，嗰種就跳出來想試看下先，將會開一個工作室嘛。你這個嘅工作室嘅工作內容啊，同嘅做記者嘅時間有冇嘅冇共用嘛？佢冇共用因為第一個就係時間上嘅問題嘛。想打卡嘛？不是1點鐘就會剪一條東西出來，做可以慢慢做，做好困難的。因為過段時間呢，做新聞其實講台北就會有東西出來就好嘅。也個時間個重要，不過就自己調整出一個內容同品質就個重要，時間個混啊，個慢啊。可以，這個安排時間可以品質顧好來啦吼。我請問阿漢哥，睇嘅工作室地位啊，翕嘅一條工作接嘅安呢，係太有嘅乜嘅類型嘅啊，乜嘅都有嗎？因為調到講說IT 天使台就會認識人嘛，就有認識到一個有啲朋友，其實伊嘛喺離開天使台自己加安，就天使台有嘅時候發包咩，就外包。有節目咩？電視節目安尼。以下這個按大部分就會電視台外包節目。除了一條類型之外呢，一條安呢，我一隻都人哋一般看得到一個結婚嘅記錄啦，又係講家庭出去聊嗰種記錄嘛。結婚同家庭嘅記錄係唔會幾多呢？做乜嘅啊？因為我看到青島人吼，喺網絡上簽，我青島人喺簽一種做結婚嘅，特別係結婚嘅，佢哋想講翕到正啊，像翕拍嘅天陽共樣，青島人喺簽一種類型嘅呢。
哦，因为就香港有個市場喺南部，其實有個市場嘛，過多人做啦。就香港，有個競爭過激烈呢。競爭過激烈，其實有些時候就是削價競爭。哦。坦白講，實在就是家私唔會過好啦。那就所以就除了節目以外，就做政府標案呢，還有。工商的簡介，還有形象影片啊，就公司的，差不多安尼。安尼個技術人員呢，講嚴肅的問題。講因為從本年搶係無共用的、無國固定的個薪水，接案來講嘛，唔知個對於啲接案來講，會唔會有壓力啦？壓力一開始有啊，因為第一年出來是個是冇乜個案呢，就去搞朋友，交朋友安尼，認識人安尼。就如果一下有夾案然後你做得有相當的東西，就得請來，就請來咧。也偏偏講吼，這個可以請嘅案嚟接案嚟啦吼。第一年就冇。第一年就問題咧。都有一些是開始案咧。哦。第一年就會吃老本咧。對，錯啊。個問題差唔多到更加第三年應該算個問題。個問題咧，因為第一年是個就認識你嘛出來做誒，就帶過來有個電視台外接的。外包節目。你睇之前準備創業的時節啦，人哋講除了你這個是老本之外啦，吼，還有青島更加有講嘅青年的創業啦，吼，政府的資源啊，嗰度有運用到嗎？因為去甲昆客家語言入邊的補助啊，佢種就會有一個店面，會有一個產品，會賣文創商品啊，因為有個以下做的事情夠冇形體啊。就會意識形態的東西，個貼配咧一個影響的工作嘛，因為不能量化的東西啦，所以有看過客家語言畢業、哈比畢業那個補助不夠，就想講不太適合玩就冇。嗰時候還希望講人政府部門對一種新的工作型類型，也係講創業吼可以。規劃更好一些，可以補助到更完整一些，怎麼？有可能是困難時，冇看到幾多，冇看幾多案例啦。因為其實政府有幾多的輔助案，有條因為去甲困難時就會講核銷啦、企劃案啦，還困難時。大部分人係國靠自己拼命過去接嘅案例。對我啲朋友就講有案例來就來接你真嗰陣更加已經創業一段時間了嘛？你這個感受到講喺北部同南部工作冇共用的地方，也係講這個感受到有那種版的冇共用冇？最太冇共用的地方就係台北，因為一個台一個中心，所以有幾多製作公司也分工分得很詳細。拍片的有拍片的，下本的有下本的，剪接有剪接。過來做就全部去甲輪。這個也來人報。因為也調擺做記者時間嘛黑啊。記者就出去2個人，一個文字記者，一個攝影記者。人就出去，然後就跑，文字就寫稿，就故意剪，就從跑很剪，就一個人。如果都不會就會跑就跑，剪就剪，就分工安尼。真是也可以做喺北部同南部講冇共用嘅情況，因為嗰邊人才資源嗰度可以分嘅個優。喺南部入邊可能一個人我去要寫歌嘅，要負責剪，嘛嘅全部都可以學嘅到。嘛要編譯歌。係哇，真是編譯也係冇簡單嘅事情咧。每個都係一個學問。不過自家喺創業之後啊，除了你這個女性的感受，也係談講啊，這個幾多種呢？睇加強哦，還做一個親切的事情，做一個親切的計劃，還影響到這個嘅故鄉哦。本這邊的人啊，也係講生起有無共樣的想法呢。係做乜嘅計劃啊？做乜嘅事情？其實嘛，咩一個計劃係拄好有一個基地，拄到有個果籃紅。菜地沙起嘅東西嘛。也唔係完全地去甲做嘅，就地個有一個農民嘛，種田細有農啦，種田咧就羅源紅啊，羅源粉，去甲就會上面幾多去甲嘅東西，就所以就辦了一個小地藝術日，因為也做嘛會做小地藝術日咯，因為伊同伊個家嘅蔡家龍，伊日本去越後期有，就看到有個大地藝術節。就看到幾多裝置藝術咩？你講裝置藝術同在地有替他們有結合，你就想日本做在
你也去落，就鼓落嘛做款款安尼。哦，那摕下地杯啦，吼，人讲头到罗大哥人认识，人有访问过境啊，伫遐讲小弟艺术日其他做嘛个，摕遐贵个菜市个地方发通地杯，有扮演的嘛个角色呢？其实就想讲，同人接触就是因为伊去做伊个艺术品，就想办法同伊个艺术品来分大家地，所以因为伊做艺术品的地方，且过偏僻的地方，迄种毛窝窝个山脚下，就人个别啦工地，可能愈顺和无一定看到，一般人就唔会去看啊。就想讲，你做遐个东西，伊伫个场域做过太美，做过都有过神奇的东西，就想讲，就想办法留伊个精神同伊个作品，直用样相的方法就会讲出来安尼。比大家讲，遐个地方有个落叶粉，伊做遐个东西。安尼来讲其实负责的部分係做咧宣傳嘛。不過我哋講，其實大部分菜市以前美濃鴉片，咁冇要從那種安泰型的藝術的發動啊。你這個參加了在地杯你這個有乜個感受冇？看到佢對冇開始都有都更加安泰嘅發動，你這個感受係唔樣吧？因為參加小弟藝術差不多有第3屆，差不多7年。去年係第3屆。其實一開始就大家第一屆就冇錢嘛，冇錢，大家就來吞書，就有時是一條人去做一個創作咩，一開始就細一塊田安尼，第一屆就過台，第2屆過台，就想講伊個東西就有生成一個生態系嘅，因為大家有大家自己講組織化做某個事情，有藝術家就做藝術品安尼，人就做廣宣的部分咩，因為還有蠻說是也翕相的人翕相泰國，就人就有做分工越來越詳細，然後規模越來越大。故說安尼來講，係對一個小弟藝術節，係當啲剛開始你參加喺地杯，就草創型你參加喺地杯，一步一步記錄，也看佢安尼漸漸嘅成長上來嘅呢。哇，安尼呢，這個對影響記錄一個部分後什麼係講頭都有講分工越來越優嘅嘛。後什麼人對一個記錄小弟藝術日，係講菜市一種語文嘅發通還有乜個想法冇？因為今年嘛就參加6對3半年的一個案咧，就6對3半年是個大案子地都有個誰一個地方的基礎的劇場的東西，一個就有也都一個案咧，一個案咧就本來重新認識6對。其實係喺啲題面咯，但是一對係冇錯。其實美濃同人哋屏東，共用下喺6對嘅一個範圍唔講說都好加油一個機會，再重新認識一下自家嘅土地、自家嘅文化，係咪安尼？錯，我就想講，加安嘛做啲認識我嘅家鄉安尼。嗰時唔係講搶天數土地天數自家嘅家鄉，也順勢本自家再一次認識家鄉嘅文化一個機會嘛。嗰種人嘅工作實在夠好呢，佢到真係本自家唔可以講為惡道啦順勢重新保存記錄人哋那個文化，真是有一個奇妙嘅地方。不過等下後面還有其他問題繼續上來請教阿漢哥觀眾朋友，係咪講述到其實作為啲冇共樣嘅創業工作，挺神奇呢？你看可以聽出自家嘅家鄉，也可以本自家再一次認識自家嘅文化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下，試一下茶，我哋馬上過來。有時間我哋睇講那個時間啦，我同人講，辦事時間冇好好，然後太夜都做記者，真是會安尼嗎？阿哥，人幾多陣的親戚有安尼同人講那個時間會講到有嘅。親戚嗰行唔會講安尼，啦。不過我講到美容路上安尼講，我就講，主角嚟做看看啦。不過因為有安尼嘅經驗真是作為記者啦，作為一個影響作為青島嘅無窮嘅地方，對你自家更加嘅創業係咪有青態影響？本你自家對一個人也係講土地啦，對後輩故事也係一種感情，會有個好嘅感受啊！就幾多時間，一個看，一個讀，一個觀察，
就是说，也个我伊遐拍个东西，马个背后马个意涵啊，背后有什么内容，有什么细节这样子。其实就讲也个工作，就训练来说啊，日後也出來接案時，嘛看到有嘛個感動的東西，啊有那個細微的部分啊。嗰種唔睇拍片的啦，做記錄嘅時候，唔係單單係講，做記錄嘅啲影像，安尼過去如何？唔睇像拍就好嘅，唔會想講，做嘛個人安尼拍。唔會拍伊做嘛個，係啊，做嘛個有嘛個意義安尼。除了有嘛個意義，後背有嘛個可以本人個感動，看到嘅我有想到，我有一啲共鳴嘅感受。因為因為有前面一種工作嘅經驗，嗰種更加帶領到你自家嘅工作地方有無窮樣嘅效果嘛。安尼有看到啊，這個工作室地方有拍嘅深度嘅影片啊，看到有深度無窮樣嘅類型嘅，一條類型地方啊，這個拍到更加啦，有咁印象幾深嘅冇？印象幾深嘅哦，就有一個阿里山的案子。阿里山，原住民的，也拍一個搞笑短片啦。嗰個剛剛去拍嘅當中啊，就覺得原住民幾搞笑啊。今日都簽發拍嘛，佢可以分享一下講佢嘅影片裡邊內容採用嘅係乜嘅冇？採用伊就講有一個師傅同一個徒弟，去請那個阿里山來查的。就查是查啦，會請茶葉，茶葉，然後就一路上就打鬧啊，還有衝狗啊，那個東西跳舞啊，就跑，一個我們來唱歌好不好？我們來跳舞好不好？就講過我來搞一下呢。哇！今日唔係video買東西，唔係講翕呢廣告，今日都搶講有一個想法都搶來。自己回憶來做咩？就想到就做安尼。安尼也做得。做得啊！來，批下你。劇本都冇共用，我說來啊！拍嘅之後呢，喺今日自家看也係共用有標一條名錄上分大家。伊嘛喺產銷協會、產銷班啦。其實今日翕嘅今日好些面拍好之後，今日也要用下睇今日自家本身嘅產業地位啦。分大家做一個認識。唔過冇共用用法喺講今日拍嘅咧個強勢個反拍咧。方式，分大家來認識，唔係像人一般看得到嘅官方人家講嘅宣傳短片嗰種嘅。有個片嘛，行到阿里山最深嘅地方。也看到無窮嘅風景嗰種。還看到講拍嘅地方啊，有一個感人嘅部分係講有一個細妹嘅，佢對自家爸爸嘅講法係咪啊？係錯。佢嘅影片係做乜嘅會有一個影片？其實有個影片可以以為結婚時嘅會用嘅。條都係講說啊，講冇加一個婚禮嘅東西。係啊，你自家本身冇得加一個做乜嘅有加一個？因為一個就想講，因為來講嘅就會當下，比較沒有在接就是婚禮當下嘅東西，就會時間會趕嘛。就他們有他們的時辰啊，總唔得說重來總唔得啊，戴戒指總唔得，重來總唔得啊。因為唔好也個趕的行程啊，比較趕的行程。也個細妹同爸爸講的話，因為伊自家會有想法，會堅持說是有一個話一定要跟爸爸講就想講好啊，就雖然冇會食過多的婚禮的東西，我想你就來親愛啊，你意志很堅定啊，對吧？很是你來講，你就來吃寬啊，就寫劇本俾伊，看好安尼好，佢拍出來啊，看到佢樣面，馬上目睭一見，冇看過一種類型嘅呢，就講冇共用吼。對爸爸嘅講法，其實佢講吼，講到後尾也親受到嘅情緒上挺感動啊，還有看到佢嘅夢子的。因為那個樣片係會拿到婚禮上面播咩，結婚時間嘛，我偷偷跑去後面看。你順勢偷偷的看一下成效用。翕一下講見咧，看到一個樣片的感受嘛。有。就看到爸爸媽媽嘅餃子。哇！有做到。冇順勢同佢哋拍空咧，做一個番外篇剪輯。我就邊他在旁邊偷看啦，冇同佢講啊，就走對。哇！冇錯，加上真是有看到現場前置如何嘅片咧，都現場見到看到嘅反應，按你加上來，哇！一天無共用嘅。對啊，就想講，會做就做有影響力、會睇嘅東西。講到咗人要拍嘅都係短片嘅部分嘛，韓國千里會有更加唔單止有短片係自家去做一個編導，做導演嘅呢，係咪？咁啊嘅又會做一個機會
有诶准备拍个迄么个样片啊，可以同大家失败了简单分享一下嘛。他就最近啊，就加到一个公司台语台节目，无事坐巴士啊，某事情就坐巴士啊，一个公路型的样片，就48分钟的从的节目安尼，然后迄个去摆做过按从的节目的编导啊，对，有个东西哦，就上讲跳摆就做5分钟、4分钟，以后就做到48分钟，你这个感受到你量的差别在哪？如果上讲那个长的吼，因为短的差不多5分钟、4分钟，伊个节奏过急，48分钟，你就上讲，用版编排，咱唔会比你可能过无聊，因为时间过长。有的时间去规划讲重新写一个故事，你这个有做什么个练习吗？因为那个节目有主持人，以前就会想同主持人讲，因为你有分4个部分没？因为48分钟有4个部分，然后就讲，你那个部分想嘛个开场，中间要用什么梗？然后在结尾怎么去结束这个，然后再去串接下一个部分。对，就从诶同短无共用的地方，短的就压部分做好就好诶。从一部分就会压部分做好诶，下一部分你要用板去衔接过去。就只不过体咧准备转到体2的时间，也中间我用板去转，然后转到又合逻辑安尼，又好搞安尼。唔系讲马上英雄，唔系马上跳过去体2去上面安尼。你也得全部有个团体啊，也得各种的样片，伊咧青台的团体嘛，也得工作人员喺你自家去请嘛，也系讲有采外的天数来做接拍也得团队呢。我讲以下人伫南部的工作方式，去改的工作方式，就每一个公司，就有因是，比如说因是偷东西的计划后置安尼，就平常模式的时间模式，就每公司的人。有事情的时候来打电话讲，来个安尼，一刀千不就切他的，大家调整来做一件，调整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哋讲任务型的集合。你一个团体差不多，人家都鋪嘅安重嘅差不多1到3，差不多5个人，包括主持人嘛？冇。主持人采外嘅，主持人也係人自家去請嘛？主持人香港人制作长去指定呢。你想讲，这个请来的团体应该默契啦，大家应该会搞好，因为事前都会有沟通嘛。有啊，跑就有默契。第一期可能冇啦，出师了以后就有默契耶。不断的去磨合啊。你这个人家喺工作一个人算稳定的嘛，人家还会继续参加到采体嘅法通啊，头前面有谈讲，人家会参与讲今年嘅6對300年嘅台法通啊，睇下法通地杯啊，参加嘅角色，人哋喺有睇做乜嘅呢？因为6對300年係一個國泰安咧，接觸到係一個地方嘅劇場嘅演出啦，香港就先做一個填調，然後去請你，然後寫劇本，個演提每個地方去做一個劇場嘅演出，就會負責一個記錄的部分啦。嗰時候你也有天頓嘅人去做嘅田野調查，人哋做哪個地方？我到6隊每個地方都跳，每個都跟你自己有印象，你哋去到嘅時間，你睇調查有看到講，重新認識一個地方嘛，就是本印象佢冇共用嘅，也係一個冇從來冇去過體白去嘅本印象佢真嘅。其實將來講啊，喺面農6隊嘛，6隊啊，6隊有6個隊啊，喺面農其實係講像較熟面農，較熟面農。幾個隊都唔熟，像一百過年的時間就有跑其他隊祭典活動嘅，就有像嘉東就擺神燈，有去擺神燈，有跑體擺一款，就看到有人搭服裝啊，就有一個苗條上有一個服裝啊，就搭起來嘅，過神期啊，可能擺神燈，因為面農冇擺神燈。面農其實它也有服裝哦，有服裝服裝有，但冇神燈冇。冇像人哋嘉東一片6隊嘉東嘅片擺神燈嘅，喺6隊最有名嘅，因為個真老年真大嘅。人這個都更加看到，除了參加一個6隊300年嘅法通，好似面農還有其他嘅規劃啦，也係講計劃做其他冇共用嘅事情。冇共用嘛，其實。
就当来讲的果然红啊，还有小弟是不是第4届？哦，哎，嘛去做应酬，嗰種係用個台嘅機法係無強嘅，我嚟整下咯。就原來機法就夠台安嘅。更加可以先透露一下台肉嘅，其實係喺討論嘅，係嘛？我講啲嘅東西，因為緣分啊，你想嘅東西幾多，啊，你想法就會把以幾多嘅想法給整合起來，以下體整合起來。哦，嗰種其實負責發想，啊，唔能喺這行嘅唔能會聽數從佢個修正，安尼修正，安尼做唔好，安尼做過好安尼。哦，嗰種咧係作為咧幾好嘅團體，對菜體嚟講，其實唔揀呢一個團體地位，哦，聽數菜體、記錄菜體，係一種又係舒服文化嘅方式。啊，唔知家也做新腔啊，吼，唔錯啊。哎呀，都更加提醒人哋能夠期待，哦，一擺做起嚟有咁無共樣嘅呈現咯。誒，你呢學嘅成果啊，會呈現，誒，比如講睇明路風也係睇耐嘛。會講明路風。哦，就會伊個粉絲團同埋自家嘅 YouTube 頻道。啊，你自家嘅運用埋去前看到有條新貼片嘅文化嘅樣片啊，也係講自家拍個貼片嘅短片，去明路風用埋去查。明路風就自家就打果然紅。哦，也係講打人嘅名嘅都可以接得到。打人名會請到幾多新聞？真係因為條牌做新聞都會標明路風啊。又唔會查我可以看一下。就看到有個東西。係啊，哦，好啊好啊。1年1000條呢，5年5000多條。請到資料啊，某一天啊，可能可以去認識一下哦。係啊，好啊，再一次感謝阿漢公今日來，哇，觀眾朋友，其實啦，看一個人哦。其實佢工作經驗，就係看一本書咁樣。像阿漢哥，唔看，即係喺北部工作轉啲南部嚟，其實啊，係講佢想，為人嘅南部增加無共樣機會，順勢係舒服自家土地，同人哋自家文化，哦，可以做記錄來做保存。大家咁樣要嚟可以思考下先咯。像人哋南部嘅新人咧，本人哋自家家鄉嘅啲機會嘛，同唔同？係啊，再一次感謝人哋阿漢哥今日來到節目地位，同人哋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哦，多謝。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係阿漢哥，想講吼，就會曉上來就會佇自家嘅母語，因為咧感覺就會粵菜地就越國際化嘅。感謝大家。好哦，喺聽熟自家文化之前呢，先顧好自家嘅身體，停頓欣賞來運動一下吧。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同大家人介紹嘅運動呢，係呼吸一種。首先呢，我哋雙手先變下來，腳呢弓揚，安尼合頓來，我哋呢腳趾扭一下。我哋企啦下坐下去，我哋呢雙手變上來時節吸氣，向東方壓企上去時節，企到我哋呢二公邊，我哋手把掌合手來，我哋呢腕關節呢變上來，手腕變上來，變喺當我哋呢肩肩方，兩隻手呢交叉，合起來，我哋呢手棍呢向後背。放上去嘅時節，手把掌向東方放上去嘅時節，我哋呢腳趾變上來，對我哋呢腳趾呢挺起嚟，腳掌挺起嚟，我哋挺腳嘅，挺腳叫我哋呢雙手變上來，變到肩頭高嘅時節，我哋腳掌啊變下去。一次一次做，我哋唔是夾，我哋呢夾毛路來，我哋腳趾扭豎放起來，我哋企啦下邊上來，豎廿放來時節係吸氣，吸得到我哋呢豎企到我哋二公邊嘅時節，我哋呢豎腕豎把掌合手嘅時節邊上。我哋變上嘅時節，點解變喺當我哋呢肩肩方？我哋呢手呢兩隻手交叉起來，再綁上去，
放松伊过后呢，俺脚趾放松来，俺哋咧脚趾停好来，脚掌扭好停好起来，停好起来，俺哋咧脚趾呢已经咧沉顿咧吼，俺哋咧松树放下来。当镜头时间，俺哋咧脚掌啊放松来，俺哋一次一次安尼做，第一下呢，我爱教他緊要，我哋咧腳趾安樣嚟嘅。我發現我推一下下，俾他緊要看一下下，我推一隻腳。我哋做嘅時節要記得咯，我講嘅時節係我哋咧安尼企嘅時節，我哋咧腳趾要安尼，嚇，腳趾要腰好要安尼豎放起來，本我哋咧腳帶中間懸空，懸空時節我哋咧徛啦下，坐下去，坐下去時節我哋咧松樹表下來，我哋對腳帶吸氣。我講腳帶吸氣扭去唔怕，我哋咧想法都變喺腳帶後，我哋咧徛下變下去嘅時節，我哋安尼吸氣，吸得到我哋咧樹拿到頭拿大行嘅時節，我哋咧松樹合潮嘅時節，記得啦，我變嘅時節，我係安尼，也樹運咧變松嘅，都愛講嘅嗬，我嘅樹枝呢？一定會交叉，吼都也交叉都也時間啊，放放起來，係我用我嘅樹節向後背，樹節向後背爆叉過後呢，我嘅腳趾係咩？坐到係安尼啊，坐到安尼，叫安尼伸放起來嘅時節，我嘅樹搭上去，我嘅停腳嘅時節，我嘅腳要變鬆來，我嘅腳趾要變鬆來，變鬆嘅時節對我嘅腳掌。長上嘅時節，我腳趾嚇變鬆，腳掌拿上去，腳掌下嘅時節，我也停一下，我兩隻手，天天嚟變下來，變到鏡頭嗰個時節，我腳掌拿下去。注意地方都講啊，我從嘛嘅講，我做下嘅時節，我也隻腳，我推下本他緊要看都講，我腳趾會數一下，腳趾數一下。喺我對腳盤地背，我講我哋咧腳盤喺地背係鬆嘅，係空嘅。我對一隻吸氣吸得到當行嘅時節，我講我嘅徛啦一條變鬆，我變鬆嘅時節，我用樹安尼，嗰種培養嘅嗬，天天嚟安尼拿放起來，拿放起來，我喺樹運咧合潮嚟，嚇。坐到有本他緊要看，我轉下去我樹運咧，我係變鬆嘅，變鬆過後我兩隻樹係交叉撞向下，我喺樹尖咧係向落背打開來，我喺運關節咧樹盤咧向東方放上嘅時節，我喺放上去嘅我腳趾係變鬆來，腳趾係變鬆來，腳趾變鬆過後咧，我那對我嗬。停腳嘅，停上去，停一下，我喺松樹那邊係，松樹邊係呢向前面，天天嚟比下來，邊下來過後，我喺腳掌那邊上來，撞到天嚟，那邊一下下來，也記得啲地方都講啊，我喺腳趾一樣嚟豎入來，也係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嚇。注意時間，我安尼一樣吸氣唔怕，我哋咧徛啦下一樣，徛啦下變鬆，松樹拿放起來，拿放起來強強嘅吸放起來。到有時間咧，我哋有個人講我那樹啊塊地咧都安尼唔怕，我哋撞喺多合潮嚟，變嘅我哋咧頭拿下背過去咧，我哋咧樹把種變鬆，俾我哋咧更健康。將健康過後，我哋咧樹交叉，腳趾變鬆，樹向東方放上去，放上去過後，我哋要停腳嘅，停腳嘅意思呢，要幫我哋起頭，幫我哋背囊筋咧筋路，也係我哋咧腳嘅，由於也係野外講法，我哋起頭。跳出來跳起嘅時間咧，我哋係利用我哋嚟幫我哋咧
膀胱镜，所以我哋膀胱镜同我哋咧腰會有連帶關係，所以在長嘅時節啊，停放起來就係我哋咧停腳嘅，我哋腳趾變鬆咧，我哋咧停腳嘅上去，停下去我哋綁一下啦，松樹綁起嚟去，綁起嚟過後我哋慢慢嚟下來，腳掌啦綁下來。也係我哋咧呼吸一種，所以講呼吸一種啊，所講嘅我哋咧腳趾兩隻腳一向下哦，兩隻腳一向下，所以我喺托一隻下本，他跟人講啊，我腳趾係安尼縮放起來，吼，所以要注意一下吼。所以我哋做咁樣做對鞋咧，我哋冇做鞋做比較會較好做，啊，今日做對鞋咧，我咪咁樣我腳趾愛縮放起來，我腳趾。我都安尼將我嘅牙樹咁樣嚟縮放起來，啊縮放起來變咧我嘅地背，腳盤地背也係空嘅，也空嘅我哋跳嘢時節對我哋咧徛下啦下變鬆咧，徛啦下變鬆咧，我對一隻嘢安尼起頭對安尼吼，我哋咧都講我哋講起頭吼，我哋都天天咧坐下去，起頭安尼慢慢咧吸放起來，我哋松樹都咧。避風嘅嚟供養，安尼。都有時節，我哋咧樹把掌，那合手嚟，合手嚟，我哋咧樹咧變鬆嚟到我哋咧降健康。啊，變鬆我哋咧降健康，我哋咧樹咧，吼兩隻樹高向下，啊，我哋咧腳變鬆嚟，樹棍放出嚟過後咧，我哋停腳嘅。停上一下時間咧，我哋咧腳趾會變鬆哦，樹變起來，慢慢咧再向變鬆，避下來一樣，啊，徛啦下變鬆嚟。觀眾朋友會講啊，剛下搖頭先咯，唔怕，我哋咧腳趾數一下時間，徛啦下變下去，變下去嘅時間，我更加都吸氣。吸得多呀，我數把掌愛合手嘅時節，我從起頭跳出來。我數把掌變鬆，當我降健康嘅時節，我腳趾都變鬆來。數把掌我哋咧一托上去嘅時節，腳變鬆嘅，我哋咧腳掌，那搖放起來，腳掌搖放停腳嘅時節，我哋咧松樹再變下來。天天咧起頭跳出來，好，我哋徛啦下再變鬆啦，腳掌變下去。今日咧，我哋同觀眾朋友咧，向前做一下連續動作嘅時節，記得我哋咧徛啦下來變鬆來，腳趾豎放起來，松樹變鬆來。關鍵咧變鬆來，我哋咧數把掌變嘅更健康，我哋咧腳趾變鬆來，兩隻手靠手，送上去，送上去過後，我哋停腳嘅，松樹變鬆來，變下來，我哋腳掌變下去。
更加通常呢做得到呀，乡亲有记得嘛？迄有记得呢，好好来运通，聽我哋先生來運通，我哋呢眼神會更加好，精神更加好，我哋好好運通，下一次拿來了。